主啊，2024年5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千万毋通一错再错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彼得后书》第2章第19到22节。以前嘛有假先知伫民间出现，同款，现在嘛有假教师会伫恁中间出现。因暗中将互人灭亡的异端带入来，甚至毋承认迄位赎回因的主宰，直到家己真紧就灭亡。毋过，也有真侪人学因淫乱的生活，直到真理的道路，因为因受诽谤。这个假教师因为贪心，会用捏造的故事骗恁的财物，对即款人的定罪早就决定，因真紧就灭亡。上帝无宽容犯罪的天使，甲因等伫地狱，关伫黑暗的深坑，听候审判。上帝嘛无宽容古代的世界，用大水淹灭遐个无敬畏上帝的世间人，只有救宣扬公义的挪亚甲其他7个人。上帝处罚索多玛甲蛾摩拉的城市，用火毁灭因，互无敬畏上帝人做警戒。上帝有救义人罗得，因为罗得为着邪恶的人淫乱的所做操心。迄个义人罗得踮伫因中间，逐日有听见佮看到遐个邪恶的代志，心内非常痛苦。主知安怎救敬虔的人脱离试炼，嘛知甲不义的人留到审判的日受刑罚。特别是遐个放纵肉体情欲，甲藐视上帝权威的人，这个假教师大胆佮骄傲，甚至甲侮辱尊贵的正天使。遐个天使的气力甲能力虽然比假教师较大，嘛无伫上帝面前用侮辱的话甲因控告。毋过，这个人甲出世就趁本能得活，要互人掠起台的野兽共款，因诽谤家己毋捌的事，野兽毁灭，因嘛会安尼受毁灭，受到家己不义的行为应得的报应。因看伫日时沉迷伫情欲做享乐，因甲恁做伙啉食的时，大食大啉，放纵宴乐，完全失态。因的目睭只有爱看邪淫，无犯罪挡袂牢。因有意志暴虐的人，因的心只有想贪财。因是上帝咒诅的人，因离开正路，行歪路，行比拟会行别人所行的路。别人贪爱不义的钱财，为了所犯的罪受责备。一只袂讲话的驴仔，竟然用人的声阻止先知别人疯狂的想法。这人亲像打气的水泉，亲像互大风吹散的云雾。上帝已经伫黑暗的深渊有甲因留一个所在。因讲空洞的妄话，用袂当控制的肉体的情欲，引诱遐个拄拄仔脱离失迷生活的人。因答应互人自由。毋过，家己做腐败生活的奴隶，因为人受什么控制，就诚做迄个的奴隶。人认识咱的救主耶稣基督脱离世间的腐败以后，
若阁互腐败的势力田地阁压制，即款的结局会比以前阁较歹。因入捌公义的道路，然后离开所传授予因神圣的诫命，安尼宁可对起头就毋捌较好。因的情形拄亲像俗语所讲，到活转来食家己吐出来的物，也是伫洗清气以后，随时阁去过落骨霾。千万毋通一错再错。彼得伫强调信徒有上帝的恩赐，有可信的见证人，以及上帝早就已经透过先知留落圣经作为努力的指引了后，即时就提出假先知和假教师的威胁。彼得无对假教师的假示讲伤济，却一直细算因的特质：搞怪、贪婪、胆大妄为、掠开闸做快乐，搁喜爱诱惑遐个信心上软弱、拄拄逃脱糜烂生活的人。这应该就是彼得后书的主旨。警告信徒，特别是遐个信心甲财物还未成熟的信徒。这段经文若像涉及上帝的救恩是毋是会失落的问题。毋过，依据上下文脉络，彼得伫遮并毋是伫论述神学，反正是警告信徒千万毋通伤害，免得沉沦。像牧国牧师捌提醒，有一寡人的具有世界已经出现离魂。若是教会的介入，予因误认做基督信仰是一种修福的廉价天棚座，直到因欣然接受这个信仰，是为了巩固已经出现离魂的旧世界，较毋是难破全新佮根本的改变。伫苦难的时，拄着基督徒关怀进入教会，是未少得救见证的内涵。毋过，伫这个见证背后，是毋是会拄亲像杨牧师所提醒的？换一句话，因无需要做任何改变，却随时有新的瓦靠，会当亲像过去同款继续生活，并不停向上帝祈求家己的利益，毋愿也无能力看见上帝救赎的心意，就是包含全体受造界。若用安尼来看，伫当今社会实在有真济合法咱掠做惯势的生活形态，其实是值得批判的。生命并毋是局限伫个人的心灵，基督信仰搁较毋是追求社会潮流的基础宗教，反倒是互人洞察、威胁、拒绝有益的信仰。自由是彼得唯一讲到假教师的教导，也是假教师诱惑人跟对因的选项。毋过，根据彼得的看法，遐个假教师明显拍家己的面，这也互人好奇，假先知所讲的自由究竟是甚物？我读新学院甲伫大专以后服侍的初期，拢听过"做家己"这句话。伊常常用伫安慰受批评指教者，主要伫鼓励人放开束缚，莫伤在意别人安怎想，有时阵还会加上，因为爱搁较在意上帝安怎想。不过，这句话甲放杀家己同款，拢应该按照处境脉络来
解脱，而且袂当伤紧做出安尼的建议，若无会变做信仰的糖衫，包装一切的任性。好好想，遐个互即种言论诱惑的人，是毋是拄好因为因无想要放下过去的生活方式，因为安尼伫听到假教师的言论，甲因具有的理念平衡无冲突的时，就欣然接受，搁安心维持以往的生活模式咧。毋茫咱遮个已经知影基督之道的人，拢会当伫正道的顶面坚定不移，千万毋通重蹈覆辙，一错再错。默想，伫信仰上，我是毋是够额谨慎、认真追找军队真道，或者是我只是对家己的喜爱，伫众多讲法的中间，找求毋免自我批判和改变的讲法咧？伫信仰上，我是毋是够额谨慎、认真追找军队真道，或者是我只是对家己的喜爱，伫众多讲法的中间，找求毋免自我批判和改变的讲法咧？咱同齐来祈祷，听阮的爸上帝，感谢你差派众多先知和教师，成做阮信仰的帮赞。求你也赐落清醒的心，互我会当分别你真实的心意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